苗圃百福第一課，口出恩言，認識兩個世界，祝福連連。第5天，歌羅西書3章21節，不要惹兒女的氣，恐怕他們失了志氣。歌羅西書3章21節，不要惹兒女的氣，恐怕他們失了志氣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我向你承認，我對家人、兒女有批評、埋怨，沒有欣賞、肯定。求你賜力量給我，勒住舌頭，止息爭端，使家中充滿愛。奉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，祝福我和我的兒女都是天父的寶貝孩子，獨特又優秀，聰明有智慧。祝福我和孩子都心靈強壯，情緒穩定，勇敢堅定，一定會成功。阿們。